辛苦了。谢谢，辛苦喽。辛苦了，走啊，吃饭啊！大家辛苦了哦。辛苦了。掉你啊呀！我要去电视台咩？管你做伙。刘庆生咯，起码该懂事哈。乱当上我过就过哈。嚟寫冇啊？廖主任，啲新聞台啊，唔係講怕太馬西上就揚名啊。做一隻主播的啊，同時係晚間新聞嘅資中人哦。你那種是非不分，你唔會吃到奸笑嘿？我應該知道觀眾是要嘅唔係是非知道奸笑，但係應該知道冇人做得聽你是非知道奸笑咧，廖主任。劉太告訴啊，你唔是人講嗰條形而上嘅態度嚟啊，大家都會適應條路嘅啊，你發動係好嘿，我唔掉做咧做得冇啊？講得到啊，做得到啊，那咩年啊，唔好搶錢都一結嘴啊！跟你講啦忙啊，講啦就好做哦，生意啊，開心事做到會俾人看報的啊！Fight for your life,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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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your life。無合嘅氣戰咩事淘汰遊戲，規則以下請詳細閱讀，將唔會重複提示，同意搶聽確聽，同意搶聽確聽，同意搶聽確聽。同意搶聽確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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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搶聽確聽。A. 定時公投嘅金錢，冇可能會引起發現。B. 破壞規則嘅難，回答司法簡單嘅問題。
迄讲答案正确，天文就会打开；C 答案迄唔错，神女会传天，天文永远就打开；D 唔想要补给，迄讲语文题，神女会名词传天，天文永远就打开；E 唔有199个字尾，单枪100；F 有计时限3点钟，有计时间结束，神女会名词传天，天文永远就打开。迄了解以上规则，请听考评。做地参详，因做地参详，人会讲，唔讲啊！唔同呢個議論無包括英國實夫喺下個呢集 A 72公斤 B 49公斤 C 51公斤 D 60公斤。IT department, this is Miranda. Give me someone who charged web page. Right now.揾到主播，你負責網頁㗎？係啊，有咩問題啊？啲資料點嚟㗎？啲 part time 自己 check，因為之前個俾資料，但係冇俾啫嘛。自己 check？憑咩自己 check？我從來未超過50 kg 啊！即刻同我改。咁你想改幾多啊？我好得閒咩而家？仲有啊，張相想點啊？圍照啊！得，冇人改。C 51公斤。你冇辦法了。测试听听，莫爱认真咩？答出嚟。第一題，叫做航空器甲科技符合嘅主要嘅功能係乜嘢 ？A. 完整記錄航空器內部所有運作數據。B. 記錄飛行發動機主要界面。C. 中 A. 完整記錄航空器內部所有運作數據。第一題，分屏交換播音發送30億件，楊冪有係乜嘢 ？A. 有點大，有數片面，連昨天的面沒搞過人會打。B. 唔就先抽一紙張，紙張先抽本嚟做資源。C. 可以係係有原來，有原始，可以係唔是出。D. 唔就路網，萬年係冇衰，萬年就做嚟現場上嚟得比。中的高航空器展职业可以是私心地发，同时向地老清楚单身规则妥团查期。A. 新闻团做刚莫尔 B. 印度国林美银 C. 资料整注音高正有 D. 太空注音标田里。但游拿现金，享受短暂贵妇梦。撒哈拉黑贡欧，and 贵妇火锅高档食材任你吃。德国政府处理中东难民的专题，
迄马年来去改做贵妇火锅店呢？注意，歹势，迄下啦，给迄叶配新闻。你漳州给当研究好费用啊！天意拍迄某人兵叶配新闻呢？你知啊唔知啊？迄幕，你迄幕墨色，迄个给听的。你转去吼，我评估一下，你下所有的资料名录全部如何查？你四只共读生爱上流量啥时候嘞？哦，莫说，俺人数真紧唔啦。新闻资料抢去做索引，硬要两版就做唔脱嘞。莫上看拍新闻都会爆料公司的情嘿。你哦，该天通莫搞暗动，你唔就拉嘞？阿荣啊，你莫想讲你做乜干嘅全部唔知呢？哦啊，伊太火的啊，唔讲用就用的啊。来，买事情。莫子，德国政府处理中东难民的专题，你每天阿姊去到武汉冻球咧，佮做嘛搞那去手天啊？系蛮容易长播出，但唔会便宜。今日篇新闻哦，你们做是共好咧啊，那去大早半夜平平天是做得咧啊？也冇法度啊，入主建区咩？哦，唔讲喺上，你是热的事件，用只传统的新闻，咪拄好咩？你做事总也爱用心啊，你定爱动咱做么啊？你做一只专题啊，应该收视率啦，比个名录的搞笑短片还哪带？你来教俺，哪会用慢走？唔系你动咱做事情，系俺动咱做事情，你知么？莫说，你要做的新闻，系为观众喜热的新闻，唔系单枪做。俺做新闻，你系单枪做观众好看的啊。喊恁的动你来教俺，上则上会教俺，你下调一种治疗式的，你才上会去系么？嗯？大主播啊，是不是无好就无想来上班啊？廖主任，唔系天灵，你千万莫切天发，我迄种本人放假的。放假？你干嘛干 cosplay 啊？讲卖笑哈。唐爱讲，耶稣基还有天么？你想要人讲，乜该跟着讲啊？我冇给美国时间评告要得。我一行，我唔掂我啲奶，反正我要回答四个问题，他抽我就做得出去。我一下當啲呢題嘅就唔知答案呢。姑嫂，43年度，但請唔做啲人嘅天數。我爱天数做得啦。看你按佢有电视讲乜嘅義務啊？還有乜人未得事咧？莫講笑嘅好冇？你做啲開始冇？做得啦，做得報警啊！千萬做唔得報警。你坦白講，我一下當危險，我連命都不會開始。你免管天啊，講賣笑啊！你講乜嘅笑啊？根本冇時間呢。有睇主播啊，唔好睇馬車上，我嚇到你哦！廖天靈，
廖天林，主播本人放假，一条新闻本人做，托假，也托假，所以拜托，老爱天数回答问题，安尼好冇？你讲你还有几久的时间啊2点钟45分。问题嘛该？圣经约翰福音8章32节，其内容为何？哦，我查一下。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B，你的應該現狀正常健康問題的投資業。T3題，5年前買嘅食材，司機買咗幾多錢？ T3題啊？T3題係乜嘅？冇乜解啦，一題做得咧。一下係 T4題，你去查一下 iNews 嘅資料庫。還有啲 T3題，還有 T1題係乜嘅？你哋去做乜解啊？我做答錯嘅啊！我相信我本人做起來嘅原因，聽錯老了是跟問題有關係啊。我唔定我行咗一人攻擊佢嘅天花，迄假算有乜意外哦？我行咗得有多一絲絲嘅自信啊！唔好好天數就會冇問題，其他唔是插案多。我說 T1題還有 T3題，有乜嘅做唔得講嘅係？我冇乜講唔得咧，我超唔想拖時間。哦，你就歹勢咯。你以前騙人天數啊，還有2點半鐘，時間應該有拉了哦。廖天林，啱好乜嘅啊？就自私一種按困難嘿。廖倩怡，我掠經營就會按用，伊唔係唔對。聽好像你講，43年做得本土，既然會討愛，這就表示你對我的身體還有專業，在那種情形度，係請做得人嘅天數的吼。好，第一題係乜嘢？比行幾乎合嘅功能。第2題係問聖經，嘅T3題咯。T3題係乜嘢？5年前買嘅新菜，買得幾多錢？新菜，買得幾多錢？莫變嗌好冇？我搶咗地講，假使當便宜，係朋友佬嘅小嘅。怎么样？还喜欢吗？說真的，蠻喜歡的。我也覺得不錯，這顏色也挺好的。哦，這個顏色很適合我，而且這款式時尚又大氣，不過價格應該有點貴啊。交朋友吧。哎呦，我賣幾張大立光就有了。哎呦，那怎麼好意思？不會啦，哎，黃經理。是，那你覺得顧我們應該怎麼處理會比較好一點？我跟您收個級數，付個定金，你覺得如何？那定金我來好了。OK 啊，那8萬您看方不方便？沒問題啊。數字蠻吉利的。好，那就這樣子辦嘍。好，謝謝。謝謝顧總，謝謝關照，謝謝。第4題咯。 2010年7月10號，因台度7點新聞條係乜嘅？佢用生活我上班，喺講青年。裡面有一個法官集體貪污案無罪，就會6輕爆炸案咯。來查一下。
那通讲忙见动，有可能去资料室。等一下，帮我想一下。这个，这题唔难啊，有咩好想的啊？你帮我想一下。天灵，你去资料室之前，我有事情要拜托。讲啊。你下发生的事情，千万唔好留其他同事讲，尤其系莫瑟、郭振荣，还有林梦英。你会讲啊？我知道一件事情，老爷三傻听说有关系。你阿三三伊遐全部伫台独啊！我根本伊对老佢就讲到法啊！不说你意思是你阿三三有可能是凶犯。详细情形也无法讲，不管等下查到乜嘅资料，拜托较诚意着诶，唔系好记者，听说顶下讲乜嘅，哈？嗯，等下下。哎，龙哥，哎，跟你要一点那个客家美食的画面啊，之前没用过的，快点啊，快点呗！啥啊？你说啥？我说客家美食的画面来点啊！您是要哪一种的？还要有特色的，有菜包啊，有文化的，就擂茶。还是你要整桌大菜啊？四门四草都要啊！菜包擂茶，四门四草菜包擂完四哎，什么都行了，随便了，青菜。随便。是啊。随便，我这没有啊。哎，你装什么逼啊？我跟你要一点影片塞画面而已。我跟你说了，网络上视频一大堆，画质是比你差一点而已了。我切，周基仔按满时，我塞画面咩？我用心啊。博士，辛苦啊！现在用啦。按究係想去做一個客種環保問題嘅專題。呀，要幫咧，吼！據說係想去調2012年青年嘅新聞冊錄帶，看佢用是按台度有做過嘛嘅冇，唔過內通講忙見動。是，歹勢啦，之前檔案哦還忙阿不漏，我什麼嘅？盧老啊？啊，如 OK 啊，要給你20年青煙，這種事啊，喺採風助音呢。哦，6星爆炸案，13夜崩200，太條哦。有樣太條呀，也記得這種事規章嘢本人炒到變。頭家，嘿，我叫便當，一個蘿蔔一個雞腿，好，謝謝。規章嘢本人炒到變過來。經驗掉喏，強用啊，無限切餐啊。唔會啦，只啊，懂行啦。我就哎，都錯嘅咩？當然。前一天都喎，食個茶啊。什麼嘢啊？嗰陣啊，啲嘢夠乜計啊？你想我搞，係95啊？有心哦，啲態度係有心做專題，做得哦。
姐，用有面色，我要暗查。有冇事情？你还唔想讲法？廖主任呢？佢转来吗？我看到呢，爱我去星期无？林梦英，那应讲你做嘅同样嘅东西啊？就冇实情呀，我看你冇啲啊，就啲啊等呀。停下來，停下來。注意，青姐出事情了，错冇？望嘢嘅事情，有錢叫啦，唔講乜解係。冇啊，今晚嘅做唔到我講。注意，你家下冇老師先切題，應該係做唔得切題。青姐嘅樣誒，看起來冇乜好，佢係咩讀到乜嘅麻煩？然後你有乜嘅相關啊？我嘅想講啊，好啊，你冇事係咩嘢你想？噶，我嘅冇事。做唔對就冇實講。詳細嘅前影用嘅，我也係唔知。總講，不管談到乜嘅，做人開點掉嘅。所以，青怡姐係咩本人讀走？是家電視台嘅主播本人讀走，也係大獨家呢。天林哥，本來聽好冇？我冇採訪過幫教恩。林夢英，然後你命看做乜嘅？哎，記者，哎，成年人哋讀到一百個太興奮呢。冇想，你咩你想誒？你講唔想去聽，像一種新聞，千萬做唔得，因為想去夾一個搶獨家，就被人利用，顛倒變做幫兇，對嗎？好，我記得啦。啊，天林哥，人家要我去做乜嘅？人家先做主播講嘅去做，回答幾條問題，過來，然後有用嘅資訊記下來。天林，用要不要按慢啊？主播，沙下來，我想一本夢音，強下來回答問題。用做得按呢，但唔係咁好誒。因為你嘅時間有限啊，係講我用按多嘅時間來掌握嘅，唔當夾條回答問題。你們按你想嘅妹妹。好，林夢英，我一下做嘅冇乜好，撒下來多做小門，有乜嘅事情，定係專去張工聽到冇？青怡姐，我哋答案係乜嘅？ TCT 嘅答案係隻小魔嘅刺殺案。C 是五匹男中年男團，現身刺殺已知。我決定。青怡姐，你乜嘅？多做小門，他唔識係。撒下來。 2010年7月9號下午2點，在進行什麼公務？拜託，幾下年前嘅事情，貴章記得。爹哋唔好難啊！人家下有10號嘅頭條，過多再去查9號嘅編採會議記錄，應該就會有答案嘅。你不用激動，放輕鬆一點，把真相說出來就好了。
你能够保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吗？你愿意跟我分享那一天饭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A 转访，亚弟做对嘞，亚弟给做转访。静怡姐，很强，你基础按好。好记咋？基材係基本呢。三下來。第六题，你哪啲人面今天总体师一直到生物体能果水例子，无包括新闻新闻。问题係乜㗎？用體能做波投主題嘅相關新聞含重播。主播。2010年7月5號開始，直到小魔 Tina 身亡為止。Hot BS 總共播出多少次以 Tina 為報道主體的相關新聞，很重播。像一題，上呢通查一下就啲嘢啊。有啲檔案文件檔啊，因為查唔到，我去資料室找位啲。先冇去，本來上一下。主播，呢題對你來講當簡單，咩當單純啊？查一下就好了呀。林夢英。這樣你看一下，我有事情要找廖主任講。靜怡姐，有乜嘅事情私下講咩？我一閃天數沒看好。廖某有事情，上啦！夢英，你兩個買啲咖啡，大杯焦糖拿鐵。同用卡大條的。去啊！主播，野出來，你想講乜嘅？我先前迄陣某年的地方，我找人唔講。治療室，唔做唔得去。用做唔得去？因為我咩愛唔係林夢英，就係郭振榮。因為你夫妻倆生意。問到呀，係唔拉顯明誒，就係上人5年前小魔自殺新聞變出來，唔相關啊，一下老件事情變出來，有乜嘅目的？對乜人有好處？敢講當年Tina刺殺嘅新聞，啲高長度有出乜嘅查錯嘅？我承認，基隆市一條新聞確實有點無法認同，不過佢唔係我嘅唔錯。佢用嚟做到本人無法度認同啊！講真嘅咧，我係唔點冇受喺蘇同乜嘅壓力。佢愛人要全力做大Tina嘅事情，然後佢咩睇，其他就爭唔啲嘅。跟你講下的哦，然後林夢英還有郭振榮有咩關係啊？郭振榮係基隆市嘅採訪主任啊，我哋佢一次對小魔自殺嘅事情言聽到佢，還有林夢英。呀，下都好利用一件事情，攞人嚟下來，佢啊，乜話都人唔知啊，佢俾到112嘢，之後佢就摸上面床。主播，依家全部係因為單方面嘅講法咯，我憑乜解要信你啊？我不管唔啦，唔信也好，唔信也好，喺公電下去治療室，看到乜嘅惡霸嘅新聞，佢做下。係陌生咩咧？唔係愛好誒。一開始我講嘅報警係唔係嘅哦，一下做人聽書嘅人全部幫你講到冇一啲好誒。劉太主播啊，你見講見好笑哦，按用眼用嚟人聽書啊。嘿，廖天林，上咩愛誒？係咩唔啊？乜解啊？
讲迄小花啊，不点嘞，我抢上一伫整凶黑马街，我暗用是人天数，要喊你点动你不爱啊？大批案叫神，你去甲亲弟。好啊，叫人去请骗人来唔天数啊啊！廖天林，廖天林，你给切个天发！天林哥，你在做乜嘅啊？老天发切的，青怡姐根本有影。你还看唔出来嘿？我伫推主播青上路。天林哥，你安尼讲，送来乜嘅意思啊？好，你等下，好，走回那不然好，一吗？一，好，喂，哦，我想要改变游戏规矩，迄讲主播喜爱，去强勇嘅情形，要做强勇嘅事情。你安尼讲，惊唔惊死嘿？只要游戏规矩行，迄讲已经开始假日，游戏应该就会衰咧。啊，毋过无啊，故说了就表示了个游戏规矩，系做得帮人挑战呢。唔过，也做唔得好听啊。有通过银行嘅绑架案，犯人做得帮人做，凊彩老母保人联络嘅系。安尼讲起来，先不管犯人到底做乜嘅伤嘅老刘信仪做起来，伊开始设计那个游戏，就问伊个东南嘅神经问题，讲明咧，就会伤嘅刘信仪老母保人联络。这个回答问题，把一部分嘅真相讲出来，唔系真经伤嘅帮伊关到死嘅。正经系安尼啊？希望系问你啊！假使主播一开始答唔错，游戏结束，突然天，佢很失高啊！迄讲迄翻面，你会暗喊嘿？错吼，天林哥，你讲的有道理呢。不过，主播还有讲到两句话，治疗师做唔得去，关键嘅两句话。等下不管你去治疗室查到乜嘅治疗，嗰條黑白嘅新聞全部就會陌生咩咧，唔係藝校嘅。治疗室，人听错一起嘅，一下來天發切團，唔係反面岸上嘅發展，股數殺下來，反面就動有可能會出差錯啊！天林哥，你讲迄方面送来迄萬年啊？你係唔知嘅？不過反面應該唔係你啊！天林哥，希望你相信誒。沒啊，信你啊！應該知道應該冇案件，希望你就唔會揭鬆陌生嘅民眾啊！可是面對啊，做過嘅事情很講人哋啊！阿姐，哈，要1點鐘有乜嘅睇條嘅冇？冇乜嘅貼片嘅，風平浪靜，順順利利。除咗爆料公司，還有其他線上爆料平台，全部乜嘅睇消息係？冇啊，喺有眼聽錯俾啲哦。
按用个事情又无人了去出家出步出去喏。天哥，用嘿？无啦，有条事情俺吃得乖乖啊。阿志，夺魂剧你有看过吗？有啊，出到你关系了。I want to play again.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任何嘅遊戲都有佢嘅目的。阿志，我聽講係做到1.5米嘅哦。唔過按睇條嘅新聞，按用做的。古爽係張使用天數啊！啊！條下莫蛇前面有人講嘛解冇啊？冇啊，冇乜嘅。係哦，佢愛愛你推愛注意莫蛇啊！撒下來嘅2點鐘，愛要啲去打個屁係嘛嘅事咧？需要平衡的嘛，对不对？好，你不能说这个，你不能说这个一边是这个执政党的党主席，那一边你用在野党的一个党工来回应，这怎么会平衡呢？你要重新去找一个人地位差不多相等的人去回应嘛，这样才有做到平衡啊，是不是？请问一下，一般模特儿参加这种高档性爱派对，可以获得多少酬劳？哼，这无一定啦，爱看有知名度无，敢算无。比如讲，上过谈话性节目的，一枚至少爱50啦。若是讲你要挂算迄个挂 special 的，这又搁另外算，迄无共。介绍至少拢爱 double。挂 special 的，你牽住過嘅係乜嘢？唔咩啦。係啊，因為看樣嚟順面呢。啊？可以用是乃木某宁，口不穷，将阿之歌客串。繼續。繼續。出来！你好，哎，可以问一下，你参加池边派对到底收了多少钱？不是，Tina，是这样，你说一下嘛，你说一下我们就走啦。你要我说几百遍呢？我那天只是去玩而已，我没有杂交，没有嗑药，也没有吸毒，更没有收钱。可是周刊要指名你，那你去找报周刊啊！你们怎么样啊？早也跟，晚也跟，到我家门口堵我，骚扰我的朋友跟我家人。现在这5天看个医生都不可以，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要我死？你们在甘愿啊？是不是要我死？你们在甘？你係咪㗎？按用做新聞要做的啊？乜人講嘢啊？乜人講嘢？愛搞的啦。基隆市做新聞就要安尼咩呢咩？郭 Sir， 基隆市唔條做天哪個新聞，你還記得嗎？解冇？全都記得咯。有條嘅事情，一生人都會記得咯。做啲人嚟講冇，拜託嘅，真見同重要。亚气主盘哦，就会充满开水，今夜储运会师啊，挨着清明谷甜甜天啊，做假的新闻，专行不开人，今面啊无东西好写，就开始复令。或者，
这种事你都爱用硬木来做的啦。系啊，张五日就老天难木死的。其实哦，俺就真没发现过一件事情。哎，一种做新闻的方式，你应该唔会上分啊。大家都会适应条路的啦。据说这5日，因台独种下放松的几多多，天拿刺杀相关的新闻。你做得去假算啊？该记得这种事哦，24点钟清明谷放松，当中全世界无其他的新闻用的。红姨，你让我松一下，从无没有松哦，来皮过车带一下再顾。讲啊，出马的事情啊，喊黑骗不过郭 Sir 啦。事情会安用啊，刘庆已经帮因做起来咧。耶呼，中了赢啊吼！啊，哎，你甲我讲的真正假呀？啊，真竟有人看唔落同事的哦。那是谁事情啊2点钟之前会涨跌的，反影响的人会着搞紧问题游戏啊。迄讲打唔错，刘庆怡技术要死，亲情嘅问题系问5年前因台独种下放松咧去导到天拿刺杀嘅新闻。也简单啦，你只要全月天热度，去甲查就好啊。内底当简单啊，啊毋过内底上反映听众还有喊卡多跟女情上会讲诶，郭 Sir。这种事你可以采访主任啊，事情嘅条明清清楚，你听错的人会得天数。啊无诶，唔一定也去脑记，韩国人只听爱用天数，讲挨买的事情。郭 Sir， 内地刘庆宇懂得你闹啊，唔过你得死你嘅演员做得先标下来嘛。干拜通爱啊？郭 Sir。你命管田呢？好啦好啦好啦，什么嘢啊？是讲哦，那个刘庆怡平时做人按时派哦，本日伫工厂管理下的，要上个平衡报道吼。讲到个平衡报道啊，佮只丑闻迄讲一个金融贵公子，很多顾问的筹码。嘿哦，研究很屌哦。迄讲也记个唔错，这样是这只丑闻对其无乜个影响啊。当然无影响啊！哎，家里面懂饭的，动真上都哪会好啊？这样事哦，按电视台对其哦。讲拍的哦，就会擦脂抹粉、辟谣善后。这种事你就做一种新闻，都冇想会反抗嘿。想会反抗哦？就做点抽 IV 的，来，抽呀，自控了。天林哥，算出来，种下迄625度。张600人哦，啊，来闹到喊较大咧。无上因台独正影响的老妈个创业个新闻起唔脱嘿。你有咩安尼想啊？其实刘庆人讲的哦。啊，此段安用想，要算迄合理嘅判断啊。上铁道的。啲人台独哦，不安尼做，理有枪有一扎，属实力。天林哥，一下要答案呢，收下嚟咧。继续啊！
天林，有没有安曼啊？你做嘛请来天发啊？主播歹势啊，条下硬有样踢欠呢，也下到阮查到咧，一腔迄200年是唔多。加郭振荣嘞，佢有6难唔？好在有2天数啦，张做咧顺利查到，唔过其他人伫顺条哦。嗨。荣哥，今下厝境无嘛好，甲他讲的，你真无通到啊？爱提啦，私营演员哦，先不用等，野青重要的吼，就让人揪出来吼。不过来真经上无，之前天哪的新闻，闹林梦英煮油粉，亚洲嘛全部算到那条牙档啊。你遐情形哦，我虽然唔要懂清楚，不过你要出道，唔要本人放假，迄因为天哪的新闻啊。看你有点问题，还唔拉显面嘿？也系做记者真基本的判断力啊。安慰咩？甲人即个判断吼。郭振荣，你乜个意思啊？你无嘛意思啊？也下唔系严格嘅时间，突然叫出来爱吵还讲无时间嘿。看你面子哈。刚唔讲，伊系问题游戏，总下有几多题啊？有10题啊，也下过到6题咧。哦。哎 ，cosplay， 你还剩几多时间啊？55分钟。刚才小片多，时间唔拉呀。第220度。青怡姐，第7题嘅题目呢？第7题。 2010年7月8号，为顾文做了一场专访，访问的目的为何？条下有一题问你，今日初9下注伫做乜嘅？你都记得迄专访啊？呢题对你来讲唔会难，直接回答吧。专访案度，哪有可能得摆出记得？做题人系天数，去查一下单的无？好，郭子，测录单很出来无？ 有啊，全都填到几度啊？主播，你给我等一下啊！当然了，给请出来。Play。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顾文先生来到现场。顾文先生，这次呢，你成立了新世纪创新基金会，能跟我们聊聊这个基金会的主要宗旨吗？新世纪鼓励 innovation。 尤其在新闻媒体工作上面，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新媒体的兴起对于传统的新闻工作会造成的影响。比方说呢？比方说这个啊，现在社群网站非常流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公民都会是新闻的创造者以及传递者。如何把媒体的正确价值广泛的而且深刻的传递给所有的公民？ 我想，我们基金会会投注非常大的财力在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上面。哇哦，那我们要加油了！一起加油！今天您既然来了，有关于几天前周刊爆料那些闹得风风雨雨的事情，您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是的，我想我真的应该好好的自我反省一下。其实这个误会最大的错误。 是我自己犯下的。怎么说呢？那天晚上的情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 party。我犯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没有提高警觉，我多喝了2杯。如果我发现这个 party 上面有人在吸毒或者是做什么不法的行为的话，我一定会马上离开的。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所以周刊爆料你当天吸毒杂交，这些都是不实的报道喽。的确是捕风捉影的报道，你知道的，我个人很不喜欢那一套。当然，我也有错，我的确是喝多了，所以对于那天晚上，我真的是记不清楚了。
我相信你应该得到教训了吧？当然刻骨铭心啊！所以如果有朋友再邀约我的话，我一定会勇敢的跟他说不。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同意哦，像顾文先生这样子的黄金单身汉，更应该要洁身自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跟顾文先生聊了这么多，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到现场跟我们聊聊天。当然，谢谢，谢谢启主播，谢谢，谢谢。主播，用诶，款天吗？款好嘞。刚刚知道嘞。表面方你迄上会介绍顾文的基金会，啊，不过实际方你迄上会老顾文漂白。哎呦，这临时的新闻哦，就会按你做的啦，就会唔对嘛人哦，拿到好处，一条乌白白的新闻哦，就按你做出来的。夜2点钟，也上动图的，真前听哪个新闻？迄爱的唔错，不过也下讲也对，做太慢的。你真经敌你做唔错咧。真前，我做的太多乌白的新闻，喊摆，迄讲含有喊摆，我听错唔要搁安尼做的。No, the truth.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头先嗰个问题，老郑想点出来咧。东眼主刊老顾文性爱吸毒派对嘅新闻标出来，因台都非到属实哩，就像你不点用嘅金宝剑，有可能喺墨色要迄主播拿咧顾文嘅好处，比如讲，用较便宜嘅假丝买新菜，用大量嘅新闻。来乌头沙飞嘅观感，天哪，就会按用本你来开始嘅，错冇？错。房子唔错就会唔错，不管迄某年的命令，也无嘛好讲的。原来你还要揍你，你这大概我够羞耻。很狗你，你爹娘身边都在做老五，好屌咩嘅啊！係死，也無做好用，我本來100幾飛好無？啊，唔是个作业啊，国家就冇枪诶。郭 Sir， 你爹講乜嘅啊？你十路诶，你十路呢？哦，很会做戲哦。你一條要唔免講嘛？用咩唔知啊？買錢啊？啊？郭振榮，你做生意也做唔錯嘅，你做乜唔變壞熟啊？劉靜怡，你家開始哦，你講嘅話根本就係講本放言堂嘅啊！仲有，人聽說本年嘅金絲店，幾隻歌場要聽說本年錄下來，也唔係啲廟路方直播，就係唔知哪時為啲哪陣媒體放鬆本太家己啊！劉靜怡。冇唔錯啦，唔看以來，迄生意唔做唔錯啊。不過其實一出老正音送本墨色。天年，我講你冇唔錯哦。還有啊，一陣亂呢啊，我做運動久嘅。冇鬧到人渣唔ดี，還渣好人出來罵人，就冇人嘅事情哦。數機嘅。數據拿出來，嗯？數據嘅，乜嘅數據嘅？天年不是有啲看家數表，提倡這個還有幾多時間哦？冇帶啊！你冇可能拿數據來看過時間，唔聽錯，你條了嘛該哦？你還心機一層哦，
云梦英，数件呢？拿出来，拿出来。哼，哎，好的啦，不管演慢演有咩目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做你表演的吼。係啦，我聲音係做唔錯嘅，拜託不要嚟吹好冇？佢唔會對叫你慢言，拜託不要嚟吹，不要嚟吹好冇？哟，你動作都唔錯嘅，還有3層問題嘅，你係無法度嘅啦，啊！D 還有他的顧問參加新開開推數P8T。在顧問的 party 中，更是真有吸毒跟賣淫。哦，亞體哦，尤其亞體我因7個鐘治哦，聽那個新聞都明愛就封閉咱，馬個就唔治哦。按照做亞條新聞的時間，做啲嘅強調，佢有識拖老賣神。唔過真相係乜嘅？唔知。D 唔知。D 有去，細母囡仔真正嘅死係乜嘅？刘主播，人真潮诶，这9天嘛该结讲啊！基本爱天哪很强的事的，就係躲唔掉一路喺你刺殺你嘅夢想啊！佢係躲唔掉一路喺你刺殺啊！唔係你啊！冇聽錯，佢答案唔錯嘅哦。真嘅答案。咁而做乜啲啊？而家你諗係咁快？冇唔錯，翻譯先生。馬街啊！日本都係漢巴度，一新聞態度。種很需要調嘅專業呢，網上都留幾一條強用啊，反而就係捱。好啊，真嘅，真嘅，真嘅同道啊！我先來分析下翻譯門嘅問題啊。大部分嘅問題都會經過資料社長會啲答案係乜嘅。故所換句話嚟講，係講翻譯唔係嘅，叫我用啲答案係乜嘅呢？哎呦，拜託誒！一篇資料是太敢是做得來誒，我跟你講太好笑誒。嗰時，我根本就資料是前面嘅時間，你啲搞遊戲啊，這樣時我就發現人嘅 webcam 嘅開燈呢，搞一種遊戲根本就唔是人工多化，佢做乜解銀行攞佢開燈啊？誒，我見搞遊戲見搞網友，嗨，我都買個，用裝的。做得啦。唔過我犯了一個會讓人自家開始嘅錯誤啊！我讓人講劉青怡本做起來，我冇讓人講劉青怡本關到奶，咩冇讓人講
佮致命冤案的天数。不过你冤案的用技法，你还记得吗？喂，没电真老，韩国人做天花影天数。刘庆怡平时做人暗示派，迄本期工厂管理下的，你使听得到哦？哪有讲哦？迄讲伊毋迄反面，永远会伫记，不因管到工厂拄啊，永远会伫佮致命冤案的天数呢。那天呐，阮调价啦，刘弟啊，大宋啦，唔是过生日时候啦，我伫调摆个事情，伊怪因去甲动球咧，啊，毋过反吹就要反吹，你当讲杀鸡了个游戏，你倒台上的人爱着讲乜解啊？我上老人就讲，本人演迄落去真相啊。莫真相啊！天若真经个死因啊！我唔错，天若唔系自杀嘞，迄本刘庆怡没有杀嘞。郭真荣，莫想了拍不念豆腐，天若明明系自杀死的。有影无？唔是家弟弟啦。唔卡去推论，动剑失失。不过抢有一点，唔免唔错的。俺免唔错我解，因为唔留提一点，我係有良心的。俺记得听唔听？刘庆怡伫正月初9是做过一个专访。刘庆怡，正月初9选来，放你妈经验啊！正月初9的专访，刘庆怡专访的人係Tina，佢就專訪，係我安排。刘太祖婆，你有冇記唔錯啊？你從唔開始，人就天天Tina，一直到出版，嗰本的專訪播出過後，建議下班，那你舔茶蟲就不能砸店。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逼我去死？缇娜小姐，我知道你很委屈，可是新闻台不是我负责的，我只是个采访主任而已。你是采访主任？你采访过我了吗？我可以给你们专访啊，就像你们专访过我那样，我会把所有事情全部都说出来。这个真的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得请示一下。先生什么？你们为了我的人生，你们要坚持过我吗？你们毁了我的人生，有请示过我吗？记法我一生人都会记得。古说我坚持去初9，老天也安排去专访。刘太祖婆，这两事天也老人讲嘛嘅，你应该还记得哦。我没有卖，更没有吸毒，这件事情你们不能栽我的账。娘诶，唔记得哦，刚才老人提醒。天来你旋风低度，竟强调无买什么石头。唔用飞地，系唔系鸡蛋旁边的共犯？我错人做记者就应该查证啊。唔过冇，错冇。初9给安部，天来的旋风临时出庭，唯独一件事情，老莫是还有刘庆怡边面。你做唔得，用做新闻。要好就天下一生意啊！
事情也下边都安尼，唔系记忆3年岁就会影响下事。荣哥，顾问有钱有势，也下很欠来拜托，但佢边面呢，唔怕都唔借会摕。个人落去啊，真金唔对我用做记者的，天啊，传不会用的，伊生意都要记得。你做记者的因哦，奇才唔是特好啦，某都电视台全部广告，都是这啦，某跳路的，唔单抢你沙田。不要给啊！什么的？你还要翻哦？差唔多的，咱调走的。好啊，某份鱼是走啊，你去撇台，看马上咁容易。莫怪俺冇让你提想过。棒打出头鸟俩机会，你有谈过哈？缇娜，喂，缇娜，你骗我，专访没有播。你听我解释，我正在努力争取，大不了我吃吃不看，好不好？不用了，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等着，我会跟你一起同归于尽。同归于尽，没自杀，我记得清清楚楚。古说黑暗部，刘庆怡有样走去天那木卡，欢迎回来，金鱼啊，你厉害去天那木卡行一定，好，来到股信上联络，管用办桥。好。错，我虚的。天娜讲叫我1000万，出国重新开始，个月股份收到700万。嘛个700万，还是唔低哦。建议半夜来附贴帮关威士忌当水袋，天一大走，就躺到天那去死。给蛛丝，天娜同意用700万时代下伙计，伊尾是真跟老眼无关系。凊彩唔讲啊！啊！望出俺老真相讲出来，5年来，俺无因伊对个迄次个良心，也总算做了迄次数。伊也残忍呢，做得去报警的。也是一起墨水大压追捕，应该还唔知发生乜嘅事情。郭振荣。主播丁奈，你还蛮讲。游戏还没结束，13问题给老师回答，游戏自由要结束。也3点钟，你还没全留起来？你无下的程度，听说要留事情的真相留下来。要自杀了，我记得。主播，你要坚持下去啊！你还伫个故事做诶。
竟逢东家出去顶顶来啦！你写的准无创业的，佢想我做的做到，成功老爱人生费铁。你爱为你做嘅事情付出代价。唔要知道天哪喺我描述的，嘿，事事却暗涌啊，唔是个凹类啊。没错，王子无创业的，做得做到郭振荣，唔听错清傻批吼。也无乜解好傻逼嘅，我系枪伤的，伫正伤的乜解？人青的头脑，含有的观察力，无简单。唔讲影响过吗？佢的老厝面迄条是照出来本唔啥到的，佢哋嘅制造一个天台的假象。唔冇经过查证，就捞佢天数，扮成犯罪嫌疑人，唔要去帮凶。刘青怡，你呀哈人会讲呀掉，迄项爱爱人天做乜解嘿？唔想讲嘛，我这种做嘛会讲讲的，听错唔会想要引起注意，希望容易杂杂谈，加上太太嘅假事戏，保证做得上国泰袂记的条条。唔过佢冇安尼做，故所听提的时间我就团到，我的生命应该冇危险。不过，个规身体的名声就无铁的，因为应该做得行的路强存到，承认天哪的事情係我的唔错，承认天哪嘅生活係我嘅唔錯，也爱用的唔低啊，高兴你做一出好戏啊，然后全部嘅精英送给莫舍。就算係啦，我們用親密問佢嘅幾個問題，答案正經像佢講嘅咁簡單係講佢留幾隻歌場線上直播本鄉民公審，也就唔係佢愛嘅結果嘅。都太想嘅講乜解？唔也真戇居。還老到這家，啲個老母下邊嘅秘密解開。唔過事實係，老真相看到一隻無相嘅度。老到這家係正義使者，殺退郭振榮，啲個製造一個像真相嘅假象。老林夢英啲新聞專業項根本冇偵查。凊彩唔樣講。講眼門，你做一條新聞嘅事情，我推愛證明，天哪唔係愛詞嘅麼？劉青怡，迄講人真經無刺青啦，愛無誒？天哪唔係愛詞嘅，你確定係？講有確定愛詞人麼？本做一條東南嘅假新聞，本全世界嘅人數把到係真經嘅，呀，就係郭振榮上愛嘅結果。算了，王子冇重要嘅。第本主播劉青怡名聲。天
70上下啲冇？講嗰陣我們嗌係唔係好記咋？廖天林，唔知道這家係好記咋冇？Tina， 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当天晚上在饭店发生了什么事吗？当然愿意啊。那你能够保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吗？我可以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发誓，如果我等一下说的话有任何一句谎话，我今天回家睡一觉我就醒不来，要不然我死后堕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不用那么激动，放轻松就好了。我们就把真相说出来。好。那在那个 party 是谁邀你去的呢？我的朋友。你的朋友？那一天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顾文他自己想要办一个 party， 然后叫我的朋友找一些女生一起去参加，说要介绍一些公子哥给我们认识。所以你朋友不是周刊写的淫媒，也没有付你钱？当然没有。那你有吸毒吗？我不会碰那种东西，我绝对不可能碰毒品。你能够保证？你愿不愿意接受医学检验呢？我没有克，我不会去克这种东西，但是顾文有，东西也是他拿出来的啊。那他们有没有在我的酒里面下这些药？老实说，我真的不记得，因为我那天真的喝很多。就算验出来有，也不会是我自愿的。Tina， 你知道你现在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你愿意为你刚刚说的话负责吗？我当然愿意负责啊，不然你们也可以叫顾文出来，叫他出来一起负责，我们可以当面对质啊。我们新闻工作是非常严谨的，对你刚刚说的话，我们会去求证。不过真相不是靠对质就能够得到的。不用，谢谢。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愿意为我做的行为付出所有的责任，但是我那一天真的是去玩的。我没有卖淫，更没有吸毒，这件事情你们不能栽我的账。你们还我一个清白的，对不对？当然，挖掘真相是我们的天职，真相会还你自由。只是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够仔细查证。谢谢你，主播。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